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曉怡啊。長者2蚊乘車計劃始於2011年曾蔭權年度嘅施政報告，並於2012年推行。自推出之後深受好評，沿用到2022年林鄭政府嘅時候呢，就將65歲嘅門檻降低到60歲，令到政府嘅支出大增。所以2024年又改咗規定，60歲以上嘅人士呢，必須要使用樂悠咭去取代長者八達通，先至可以享用優惠。更加大件事嘅呢，就係啱啱宣布下年有更大嘅改制啊！就係2蚊車唔再係2蚊。我都係啱啱無意中先發現呢，其實原來仲有好多長者係唔知道要改制嘅。就算知道要改制嗰啲呢，都覺得好複雜唔明白。所以我就製作咗呢一條影片，簡單介紹返2蚊車嘅使用範圍同埋合資格對象，會講出新舊制嘅對比同埋計算方法。用最簡單嘅方式俾大家詳細清楚咁去了解呢個變動。Paper Hill。 影片開始之前，我想喺度請大家幫一幫手。最近我一手一腳花5年時間，挨咗好多晚通宵建立嘅 YouTube Channel 俾人停咗盈利，需要重新4000個小時嘅瀏覽量先至可以重啟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哋創作者，幫手睇完條片。如果覺得條片有用嘅話，記住分享出去。你哋嘅每一分鐘 view 對於我嚟講都十分寶貴，感謝感謝。首先呢，我哋都講講點解會有呢個2蚊車嘅出現呢？2蚊車嘅目的呢，係透過減輕交通負擔，鼓勵長者同埋合資格嘅殘疾人士更加積極咁樣參與社區活動。首先，令佢哋更方便外出參加社交、康樂或者擔任義工，從而積極咁樣接觸同埋融入社區，鼓勵佢哋探啲仔女，促進跨代共融，提升身心健康。同時亦都鼓勵佢哋就業，以好平嘅車費方便佢哋喺就業過程之中通勤。受惠嘅對象呢，包括60歲以上嘅香港居民，但係佢哋必須要使用樂悠咭先至可以享有2蚊嘅乘車優惠，唔係嘅話係冇辦法享受呢個優惠嘅。或者60歲以下合資格嘅殘疾人士，殘疾程度到達100% 嘅綜援受助人，以及傷殘津貼嘅受惠人，即係白卡人士啊。2蚊乘車優惠幾乎涵蓋全港所有嘅交通，包括港鐵嘅本地服務啦、輕鐵服務同埋港鐵巴士、新界西北路線，但唔包括機場快線往返羅湖、落馬洲同埋馬場站嘅東鐵服務，同埋東鐵頭等服務。仲有專營巴士，即係九巴、城巴、龍運巴士同埋新大嶼山巴士嘅專營巴士路線，但唔包括機場巴士 A 同埋 NA 線、馬場路線、長途巴士嘅新型服務，同埋預約團體租用形式提供嘅特別服務。可以乘搭指定嘅渡輪服務，但唔包括豪華位。可以乘搭所有綠色專線小巴，亦都可以乘搭紅色小巴、街道同埋居民巴士服務。參與2蚊乘車優惠嘅小巴呢，會喺個車同埋嗰個船多眼嘅位置，或者佢嗰個八達通讀卡器上面呢，貼咗呢個2蚊優惠計劃嘅標誌嘅。同埋呢，可以乘搭電車嘅所有路線。合資格嘅受惠人可以以樂悠咭或者殘疾人士個人八達通，以每一程2蚊乘搭以上指定嘅公共交通工具。呢個優惠呢，可以每日唔限次咁樣使用嘅。咁頭先就簡單咁樣講咗依家嗰個2蚊車嘅制度啦。跟住落嚟呢，我就會講佢嘅改制啦。佢今次嘅改制呢，主要有2個改動。第一就叫做2蚊2折，第二就叫做每月240程嘅限制。2蚊2折點樣計算呢？就係如果10蚊以下嘅車費會維持2蚊，但如果10蚊以上嘅車費呢，就會改為按原價2折咁樣計算。咁我哋都用例子解釋一下啦。可以睇到啦，現有嘅計劃無論車費係5蚊、10蚊同埋20蚊，都只係需要俾2蚊嘅車錢嘅啫。但係改咗制之後呢，雖然5蚊同10蚊嘅車費仍然係維持喺2蚊，但如果20蚊嘅車費呢，就需要以原價2折計算，變咗4蚊啦。再舉多2個例子，好似往來元朗同銅鑼灣嘅968巴士，成人原價係27蚊嘅，改制之前只係需要2蚊，
但係改制之後需要以兩折計算嘅話，就需要俾5個4，即係對比改制之前要俾多3個4。再睇睇長洲往來中環嘅渡輪服務，成人原價22蚊，改制之前只係需要俾2蚊嘅啫。但係改咗制之後呢，因為佢係超過咗10蚊啦，需要以原價2折去計算，要俾4個4，較改制之前要俾多2個4。咁樣睇嚟，其實可能唔係好多，都只係需要俾多幾蚊。但如果以百分比咁去計算嘅話，就係屬於倍增噶啦。住得近就應該冇乜影響嘅。但如果住大西北啊、離島啊要過海嘅話，影響就會比較大啦。至於使用次數，就由原本嘅無限次改為每月上限240程，即平均每日8程。呢兩個政策會分2個時間分階段實施嘅。2蚊2折會喺2026年4月實施，而每月240程嘅限制則會喺2027年先實施。除咗上面車錢計算方法同埋限程之外呢，受惠資格、對象、使用範圍都係維持不變嘅。究竟呢個2蚊車點解無啦啦要改制呢？就要睇睇2蚊車造成近年嘅政府開支。可以睇到呢，由2021至22年嘅13.95億，到到2223年嘅時候呢，升過1倍30.79億噶。到到2324年嘅話，再升多10億，然後2425年呢更加係60億添。即係2223年嘅1倍，所以呢，政府表示呢2蚊車嘅計劃嘅改制呢，主要係為咗控制不斷膨脹嘅政府財政開支。由於長者人口老化，加上計劃將合資格嘅年齡從65下調到60歲，導致到計劃嘅支出大幅增加。希望藉住改制去增加計劃財政嘅可持續性，同時呢，佢希望打擊長車短搭情況導致資源浪費。希望透過調整優惠減少不正當嘅使用。究竟咁樣改制法可以慳到幾多錢？其實呢一個改制呢，原本呢係不遲於下年嘅9月實施嘅，但勞工及福利局局長預告呢，呢個2蚊2折會提早於下年4月實施，即係足足早咗5個月。佢話呢，早5個月推行呢，可以為庫房額外慳咗2.6億，預計1年嘅話呢，就可以慳6.8億。但係呢，每月限搭240程嘅新規定呢，需要改動八達通系統啊，就要花上行政費預計6000萬。呢度呢，我再補充多少少就係政府最近3年嘅赤字。2223年度呢，政府嘅赤字係1398億，即係肺炎嗰陣時。2425年度呢，赤字呢就緩和咗少少啦，872億啊。2526年呢，預計赤字會係670億。嗱，咁呢個2蚊2折慳到6.8億啊，一年。可以大家睇睇個比例。有議員質疑呢，一個月搭超過240程車嘅人呢，根本就唔足300個。關注調整系統嘅行政費同收緊優惠設限係咪成正比？但局長表示佢嘅目標係將行政費控制喺整個計劃嘅1/10，但要確保過萬部閘機系統唔會出錯呢，就需要1年嘅時間同好多嘅試油測試。而有表示反對嘅長者認為新方案個計算好複雜好難明，會影響佢哋出行。批評新嘅措施呢，變相係歧視偏遠嘅長者，對佢哋唔公平。部分嘅長者呢，認為政府唔應該向老人家開刀，並建議應該優先削減高官同埋議員嘅薪酬福利。香港01呢就揾咗幾位長者呢，訪問佢哋對2蚊車改制嘅睇法。其中退休嘅羅生就表示呢，佢經常出去食嘢同玩嘅，一日呢通常就坐4至6程，食完早餐返嚟呢就再食下午茶。就應該達唔到8程，所以呢個問題就唔大嘅。對於10蚊以上嘅車費改為2折，佢認為都係多幾毫子啫。就算周圍出去玩8程都係多幾蚊。佢亦都認為如果正常返工或者生活嘅話，4程已經足夠噶啦。好淡然咁樣睇啲反對嘅聲音，覺得咩都有人反對。但係佢強調呢，開源勝過節流。佢舉出個例呢，就係如果屋企有2000蚊，每日用2蚊，完全冇生計嘅話，又用得幾多年呢？唔去開源，一味慳派福利出去呢，又收返，會令人好反感。建議政府應該靠加稅嘅手段增加收入。至於諗開源啊，點樣加稅啊，就應該由專家去諗，而唔係由佢哋去諗。另一位退休人士關生呢，已經用咗2蚊車1年半載啦，覺得新制對佢都冇咩影響。如果貴就唔搭，少啲出去啦，咁樣有少少影響啦，但係唔算多。但係呢，佢對政府嘅決策都有啲唔滿意嘅。佢覺得呢，所有嘢都由政府決定呢，小市民好難有聲音，有啲無奈。
其實都仲有好多方法嘅，但係佢哋偏偏就要減。佢對財政司嘅形象唔算好。佢覺得呢，政府可以探索其他嘅項目，但係而家好似諗到冇嘢好諗咁。最後一位阿李先生呢，而家就未曾退休嘅，仍然做緊保安。佢話呢，次數就應該冇問題，但金額相對嚟講就幾重負擔，特別係如果係退休人士嘅話呢，就更加啦。佢話呢，而家住九龍嘅交通成本呢，隨政策會上升。如果改咗政策呢，佢就需要用多過2蚊啦。退休之後驚冇收入，更加難承受。佢覺得呢，削減2蚊乘車優惠呢，對政府嘅節流效用唔大，因為更新系統嘅行政費都唔少，收益亦都未必顯著。反而建議政府從其他方面開源節流，例如公務員嘅薪金可以減啲啊，高官嘅薪金又可以減啲啊咁。關於2蚊車嘅改制呢，其實我都介紹得差唔多噶啦，唔知有冇俾大家更加清楚咁去了解呢？如果仍然有問題嘅話，可以喺下邊留言問我。我亦都想知道大家對改制有啲咩意見，係贊成啊，定係反對呢？歡迎留低你嘅睇法，大家一齊討論一下。多謝收睇我嘅影片，如果中意嘅話，記得按 like、訂閱、share 出去，仲有 follow 埋我嘅 IG。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